人的时候，必须要每个阶段的了解要特别的注意，像特别中间这个注意，上面也是要非常注意的。但在易经卦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所有的60卦里面，并没有所谓的用，只有乾坤有用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易经的本质卦，所以你如果用乾的话，它就群龙无首啊。这群龙无首意思就是说，大家要协和在一起，不是说要谁指挥谁或谁表现谁。但也有人解说，所谓群龙无首，就是你必须用生命来运作，用整个身体、整个全生命来运作，不要只用思考，不要只用大脑啊。所以易经在用乾的时候表现的时候，必须要很慎重，不要说只是一味的用自己的思考，一定要去达到啊。所以易经在用乾卦的时候叫做群龙无首啊，这个是乾卦的一个意义。那坤呢，它是一个理解的力量，是一个这个比较安静的力量，所以这个第初爻叫做履霜坚冰至啊，就是你的踏到霜的话，代表严冬就要来了啊。那这延伸到上面，它如果坤到中间的时候，就这个中间第三、第四也是非常辛苦的。然后中间的时候像黄山原吉啊，这黄山原吉就代表说你可以无为而治啊，不要管太多事情，心保持安静啊，这样这时候这个坤的精神就会发挥出来了。但如果忍到极点的话，到最后一定龙战绿野啊，就是6爻的这个卦辞，爻辞龙战绿野，其水现黄，就是说你忍到最后点的话，一定要到内斗啊。所以你用乾用坤要懂得这个精神。那用坤的这个坤卦的用叫做用六利永贞，就是你因为你的忍，因为你的保持这个无为呢，可以把这个比较稳定正确的态度可以表现出来。那要懂得用乾跟用坤，用天跟用地，用阳跟用阴的道理的话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易经中的变化。